Zimon leje kengkangsa some kenyi lora lazipa gasikha nga lode yi nga ne zo ye托住错也是也吹个进那个罗格林别翻看nyue me la ki chaman de hyo yong ri ge nye nye chen ya de na nga chi de ri ge lo che lo yong chi xie lo tu错nga chi xie ri ge lo gong jian ne de ring ge nu den zo la lo yong xi xie 反卡对恰反卡上，反卡撇撇嘴，拿脏手背儿揉揉眼睛，抽噎了一下。我会替您搓烟叶，他继续写道。我会为您祷告上帝，要是我做错了事，您就结结实实的打我一顿好了。要是您怕我找不着活，我可以去求那位管家的。看在上帝面上，让我擦皮鞋，要不我去求飞机卡，答应我帮他放羊。亲爱的爷爷，我再也受不住了，只有死路一条了。我原想跑回我们村子去，可是我没有鞋，又怕冷。等我长大了，我会照顾您，谁也不敢来欺负您。讲到莫斯科，这是个大城市，房子全是老爷们的，有很多马，没有羊，狗一点也不凶。圣诞节，这里的小孩子并不举着星星灯走来走去。教堂里的唱诗台，不准人随便上去唱诗。有一回，我在一家铺子的橱窗里看见跟钓竿钓丝一块出卖的钓钩，能钓各种各样的鱼，很贵。有一种甚至钓得起1普特重的大鲶鱼呢。我还看见有些厨子卖各种枪，跟我们老板的枪一样。我想，一杆枪要卖100多个卢布吧。肉店里的山鱼呀、鹧鸪啊、野兔啊，可是那些东西哪儿打来的？店里的伙计不肯说。反去看妈妈长些hin这里桥边老家鸡没婆婆家些鸡我些些你却啦拿他登入些脑球佢们特等着家家庭俺啦农村的兄弟切进俺啦家庭演3百些种球家的切记你来个些你们啦都把啥呢你话的啦些话些球公民里我啦的你俺啦浪些是就那球对们呢你飞机卡啦些话些呢我可啦旅走路些等记录些家人佢被破了当年我妈这么的俺啦吃了鸟鸡里面马上俺让俺去对我啦追上面文章俺啦老没比中华找你妈追俺那些呢俺去跟熟些虽讲去了推车大么句莫斯科一个些呢的那呢中介全部些恐怕从嘛奔波那些人的那大蒙博也啦绿蒙博没人的穷真博们也一春个节对钱啦产的西巴南极公一种的攀住从我们家啦去公个年我类似于带不定的容到送的年我弄么久听起来你去公个去自相似于很重就弄的娘子与把东各把娘的从位交接相约把通的娘拿尊正特节人工用哈穷托得到个吹的娘前本正特别交接用约俺大东粗控哪里弄的免大拿出总就也把通的呢俺最引导个免大东进来的个人的拉的差节
俺去他年沙巴开始用的这些。保佑，原下抽噎，我儿反卡撇撇嘴，拿脏手背儿揉揉眼睛，抽噎了一下。翻卡也卡木木脏西hin，这这桥比老家鸡米婆婆个西鸡，我儿西西。但俺今年的他年这些过来记得，他年这些。抽噎，抽噎就是表述一个人哭泣时一息一顿的状态。我儿西把呢，二从养我为难巴了些。写的什么？语言文化小贴士。反卡写于1886年，它反映了沙皇尼古拉三世时，无数破产了的农民被迫流入城市谋生，他们深受剥削之苦，连儿童也不能幸免。契诃夫家杂货店里有2个小学徒，就常受他父亲的虐待。他自小了解学徒生活，同情小学徒的不幸命运，所以反卡这篇小说写得真实感人。俺今年的他年沙巴的做下用这些。保佑，原下抽噎，我儿反卡撇撇嘴，拿脏手背儿揉揉眼睛，抽噎了一下。翻卡也卡木木脏西hin，这这桥比老家鸡米婆婆个西鸡，我儿西西。老主错，前期别人个弄得匆忙写一句，但俺去举行了啊。老主座，我个家一弄，我儿西比他年的工人。B 抽噎，连着说，年真的这主不错，但俺今年的别人个乱菜弄的用下经典啊。反卡撇撇嘴，拿脏手背揉揉眼睛，抽噎了一下。我会替您搓咽液。他继续写道：“我会为您祷告上帝。要是我做错了事，您就结结实实的打我一顿好了。要是您怕我找不着活儿，我可以去求那位管家的，看在上帝面上，让我擦皮鞋。要不我去求菲吉卡，答应我帮他放羊。亲爱的爷爷，我再也受不住了。”只有死路一条了。我原想跑回我们村子去，可是我没有鞋，又怕冷。等我长大了，我会照应您，谁也不敢来欺负您。讲到莫斯科，这是个大城市，房子全是老爷们的，有很多马，没有羊，狗一点也不凶。圣诞节，这里的小孩子并不举着星星灯走来走去，教堂里的唱诗台不准人随便上去唱诗。有一回，我在一家铺子的橱窗里看见跟钓竿、钓丝一块出卖的钓钩，能钓各种各样的鱼，很贵。有一种甚至钓得起1普特重的大鲶鱼呢。我还看见有些铺子卖各种枪，跟我们老板的枪一样。我想一杆枪要卖100个卢布吧。肉店里有山芋啊、鹧鸪啊、野兔啊，可是那些东西哪儿打来的？店里的伙计不肯说。老主错，别人个录着唱的人就这样，打从嘛demo起，demo。